客家票选啊有300萬個家務，當然大家如何來搶。3位總統候選人上晝也去到客家莊擺票，大家如強調自家親重視客家，沒有提出客家政見。國民黨嘅候選人馬英九去年11月底發表擁護客家、重複客莊嘅新政策，為打造台灣做客家世界客家新都。民進黨嘅候選人蔡英文喺台3線治理過後，提出按照德國打造一條客家浪漫大道，提升客家莊產業經濟。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則講，會用一種慎重嘅時節，將台灣行高維嘅服務精神來詳述推廣客家文化。滿手，滿就，奉獻，教育，奉獻，教育，宋楚瑜，宋楚瑜。3月14總統大選，3位候選人先前全台東3萬嘅數據擺票，客家莊當然係重點提起。對執政以來，客家大選不通，馬英九聽錯為到現場支持，面對傾線對手，當初建議搶客家票，馬英九推出政治牌以外，更加提出8大新政策，包含成立客家發展基金會，期盼40歲以下要嘅行業認證，更加客家北京認證，未來將會結合外貿協會。同產業前同路行銷客家文創產業，啲客家人才批測方面，除咗提高育成中心同客家青年天數創業，未會批測2超人才，同客家社群天數發展，希望將台灣打造變做客家新都。要成立客家發展基金會，從民間入場跟部分的政府補助，更有彈性的幫助客委會推動客家事務。而且感覺從黨的政府最重視客家文化的不打，我們在這個方面一定會讓台灣形成一個客家文化的中心。蔡總統好！大電發布機，蔡英文用客家妹嘅身份行入客家莊，同鄉親面對面溝通，除推動促建嘅真情認同，也提出經營比更合乎鄉親需求嘅客家政策。包含推動客家語言發展法、聲音性行業學校、拓展客家莊對外嘅溝通、發展客家莊經濟、建構在地安養客莊社會、愛學德國保有在地文化經驗，打造國家級嘅客家浪漫大道。指定為國家級的客家人文風貌區，以新的政策思維，結合客莊產業經濟跟保存文化的這個地景，讓台3線成為兼具客家人人文特色指標的觀光大道、休閒大道、生活大道跟產業大道。之前苗栗縣長副好評呢批評下，宋楚瑜去到苗栗客家莊擺票，強調做慎重嘅時節，苗栗18鄉鎮行透透，係真關心客家嘅人。東線高教佢聽從為落實重用客家人才，上修客家語言文化，成立高功率客家廣播電台，客家地區嘅公部門為現場講客嘅人來做條路一條政見。宋楚瑜當選，一定不僅是重用客家的人才，我們的部會首長裡面一定有客家的優秀子弟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創造我們客家鄉親工作的機會，你說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宋楚瑜說到做到。2012總統大選先前當選咗，3位候選人去拜訪客家莊，提出新的客家政策來求客票面。客家學生認為用客家基本法做基準，除咗發展客莊產業經濟，更加應該愛重視客家莊教育、語言、農業發展。客家重要嘅係，無論乜人當選，就應該愛確實做到一條客家未來嘅藍圖規劃。客家新聞林邊要持飛定綜合報道。